讲到最近这天气是真烧热，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南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。不过明仔载呢，因为风面也个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部地区可能会落刮雨，温度也较降。所以来到拜四时阵呢，因为这华南水汽这边台湾，拜五、拜六水汽较高，也有可能会搁再落雨。拜一中昼天气烧热，不少人已经通穿短裤。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地区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资讯，高温通达到36度以上。不过，这款稳定的天气对拜二开始，因为透东北季风，也有风面快速通过，北部东半部会降温兼落雨。那北部的话，明天在上半天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状况。那花东的话，稍微影响到晚一点哦，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，花东陆陆续续也会出现降雨的状况。那对中南部地区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，影响最大的北部地区来讲，我们今天大概是31度左右，那明天的高温大概是25度，所以大概有高温的部分就有5、6度的误差。春天的天气变化紧，拜三雨水就会减少。不过拜四、拜五因为华南水汽接近，台湾水汽会略略增加，各地会阑珊落阵雨。拜六的时，华南水汽影响愈明显，台湾各地天气拢无稳定。但是气象署表示，详细状况各爱观察。后期来讲，要开始注意华南水汽的影响。那只是华南水汽它的影响，就是说，我们到时候看它，就跟第一个它的锋面位置，然后第二个它水汽量的多寡。会影响到对我们的影响的程度，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比较大，我们还要再观察。气象署提醒，这阵天气变化大，民众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资料。拜二北部、东部除了雨水，也要注意早时甲暗时的温差较大。拜四开始天气快速变化，全台各地尤其北部、东部拢要留意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